屏东的万金圣母圣殿是台湾上古早的天主教堂，教堂已经有162年的历史。当年12月初8前后，拢会举办圣母绕境替信徒来祈福，就甲妈祖出巡同款。这是全台湾天主教规模上大的活动。今仔日初10，屏东万金圣母教堂真热闹，一群人跟圣母妈妈神轿为教堂行出来，接受大家欢呼。每年屏东万金的姓氏就是圣母妈妈游行，因为伫庄内有全台上古早的天主教堂万金圣母圣殿，每年伫12月初8前后，拢会举办全台上大规模的天主教活动之一。对阮虽然过去高雄，嘛是拢做怀念的，每一档拢会倒来参加，也是圣诞节拢会倒来。所以我感觉是带囡仔来遮看，是互因了解讲，这边遮的信仰甲别位是无共款的。台湾有真侪宗教信仰，屏东万金是天主教人口上密集的所在。今年是建堂162周年，透早进行弥撒，下晡由教友跟圣母轿绕境游行，来自各地教友甲火车组成队伍，沿路唱歌、俄罗祖。游行队伍会驶到赤山甲万金2个钟头，绕境到尾仔，由教友将圣母轿举悬，行入去教堂，现场气氛相当热闹壮观。就是每一档拢照到这个出巡赤山甲万金庄2个所在，来祝福台湾的百姓啊，台湾这个土地拢会当安居乐业。台湾是3月迎妈祖，万金遮是12月迎圣母。教堂表示，今年万金圣母游行参加人数有3000多人，来自台湾各地堂区做伙斗热闹。今年一道圣母游行，毋但是西方的宗教，佮结合在地民俗文化，是另外一款来展现台湾融合的宗教体验活动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，屏东报道。